礼拜风采一定人强，我有卡个几片甜刺，做下老强强。嘿啊，人讲晴夜落日有奇风，十界感言九界空，听起来顺势真歹。安尼还是得卖去市场么？无法度啦，太细粒，买相唔好。阿婆，你有心情再开补处么？嘿啊，今晡日是我来判天色天本。好，请问登记名系乜人？地铁好么？是系将坤王掠入笔啦。但入笔是好的系么？错。请问有权创么？假使有权创，是得直接让人。真歹势呢，人之头先临时急急出门，无签到权创。无要紧，礼拜事先申请填本，请拿出身份证同人。好，掠系我个真权，我爱申请掠个天好。阿婆，下一摆假使爱申请补处，用权创个让人本实地判，填本有压时间，恐怕期限过期，还爱过加走日子。掠系人个身份证同人，千万远。好，安尼感觉真理片。老兰，莫气嫌啦。掠系申请个提示填本，日份填本20票，同并入掠个态度项。老兰阿婆，安尼是的咧。本你将俺能个名片，免得系俺能个天法。有国考界分机，好比讲有乜个问题，做下反映打电话来问。安尼还有乜个需要听修改么？说阿妹，罗兰无问题咧。罗兰，请听听行，如何生意哦？